23届世界蓝展2月24元宵在将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盛大登场，目前工作人员都在进行最后布置工程的收尾，要来迎接来自国内外贵宾甲游客。为了宣传这个重要的盛事，市府22号先邀请北方传统艺团，用在地庙宇结合兰花元素的震撼表演来加开序幕，传达上在地化的兰花故事。除了艺人震撼的表演，毛歌手瑞莎将饶舌的旋律加入兰花精彩演出，要为蓝展加添光彩。23届台南举办世界蓝展，伫农业部农粮署、经济部国际贸易署、兰花产销发展协会等单位的合作，期待互来自国内外贵宾甲游客共同伫16天的展期当中体验兰花水。3、2、1，请启动。2024台湾国际兰展暨世界兰展，兰花界的2大盛事就在台湾兰花生物科技园区以及大台南会展中心。一方面展现了我们台湾兰花的丰富生命力，一方面展现了我们台湾兰花产业的一个科技力。那很重要的，今年我们配合台湾灯会，把这个世界兰展经过了12年的争取，终于来到台湾，终于来到由台南来主办。那我们台湾在去年的一个兰花的一个经济产值超过72亿元，那外销的一个占比达到61.6亿元，那外销的一个占比超过85%，所以我们台湾的兰花也可以说是我们植物界的一个台湾之光。来到世界蓝展伫大台南会展中心的会场，就看到主办单位透过纳米技术，将乌特兰染上世界各国的国旗，当作艺术墙，相当的吸引人。除了展现台湾兰花生物科技产业的实力，嘛成为外销量身定做以及精选外宾真好的礼物。这一个渲染的技术呢，其实是采用奈米级的渲染的喷染技术那现在的这一个部分，它不是只有喷染而已，其实整个国旗蓝的一个制作，其实它有非常精致的一个设计上的一个质感，可以把国旗的一个细腻度，甚至有些国旗的一个图腾呢，其实里面的一些会有非常多种的一个元素，但是在于我们的一个设计师跟这整个美感的部分呢，把国旗呈现的这样艺术呢，其实以艺术的表演手法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表达，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弄了62国全世界来参与我们这次国际兰展跟世界兰展，那最极具代表欢迎的一个意味了哈。今年世界兰展加台湾国际兰展同时伫台南登场，邀请大家2月24到3月10号做伙来见证台湾兰花伫全球的行销成就。台南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